如果唔係有商註冊咗，我覺得呢部車應該叫藍鯨啊！哇，終於等到啦，屬於海洋網自己旗艦式轎車海豹08嗱，對應嘅姊妹車型咧就係王朝網嗰邊嘅大漢嗱，咁啊肉眼所見。大部嗱，兩者喺核心嘅技術架構、車身尺寸級別上咧共享基準，但海豹08主打年輕、動感、科技嘅海洋美學設計，嗱同漢 L 嘅穩重國潮風格比咧，仲係可以形成比較大嘅差異化嘅。簡單啲嚟講，同宗同源，但氣質完全唔一樣，亦都更加有新鮮感。嗱，唔似啲歐洲列強啊，搞到鬼五馬六咁樣，佢一眼望過去就係好睇嘅。喂，而且配置都非常之絕啊，有後輪轉向，嗱入邊咧又有呢個小桌板，又有呢個腿托，全車嘅待遇係一樣嘅。呢部唔係豪華 MPV 喎，係一部轎車喎。咁齋好睇就當然唔夠啦。作為旗艦車，佢亦都基本上涵蓋咗目前比亞迪黑科技嘅半壁江山，好似充電咁樣，9分鐘就可以由10%充到97%嘅閃充。有，而且好神奇㗎，短續航又係9分鐘，長續航又係9分鐘，咁睇落咧，呢啲長續航嘅旗艦車係更加抵嘅。天神之眼 B 嘅智能駕駛輔助系統都有，而且同之前嘅技術發佈會講嘅一致啊，係帶1年嘅廠家兜底，唔止係泊車嘅兜底啦，係連城區嘅智能駕駛輔助都有兜底。目前呢，仲冇任何一個廠家敢跟呢一手牌啊！眾所周知啊，嗰部好運動嘅海豹咧喺香港就賣咗好長一段時間啦，呢部都係海豹，咁更加高級嘅一部旗艦車，你有期唔期待呢？